华视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台中大雅中清路，有两个小朋友徛伫个车顶，半截的身躯现出来车的天窗，手阁伸出去要掠风。后壁驾驶感觉真危险，二喇叭来提醒，但是驾驶无咧插气。警方讲，这款的行为已经违法了。一来，这个小朋友无下安全带；二来，阁互因现出到车外，属于危险驾驶，相当会当罚款18000块。两个囡仔，一个查甫的，一个查某的，徛伫车顶，透过天窗伫看风景，风咧吹来吹去，佮将这个手伸出到车外，看起来真危险。后壁驾驶替因伫紧张。你参狗徛起来就危险嘛，佮人，迄本来就违规啊。车窗手什么就不能伸出去啊，然后上面又更危险。后壁的车甲二喇叭提醒，不过头前这个驾驶拢无插伊继续驶。危险的行为发生伫台中大雅中清路，后壁驾驶看到了，翕到这个危险的画面。即卖袂少车拢有天窗，主要是要增加采光。不过囡仔可能是因为好奇，天窗一个拍开就想要徛起来吹风，这款行为已经犯法啦。汽车的乘客以及驾驶未系安全带也会处罚1800元以上的罚款。汽车载运人客不稳妥显有危险的时候，我们会依据这个法条来告发。无下安全带，先罚1800块；载人的是囡仔落出车窗外是危险的驾驶行为，相当罚18000块。但因为小朋友的反应会比较慢，那也呼吁所有的汽车驾驶以及家长呢，不要让小朋友任意将头手伸出天窗外。囡仔无下安全带，一般身躯伫车外，迄若发生意外，恐惊的后果会不堪设想。警方讲会依照民众提供的画面，针对这个驾驶来开罚单。